Hello Cedric 啊，咁恭喜你寫咗好耐咁嘅新書終於出咗啦！你可唔可以講下咧，當初點解你會揾我一齊同你合作寫呢本書嘅？咁當初咧，其實我希望能夠透過一個更嚴謹嘅運動科學視角咧，去解構拉丁舞蹈啊。而我一路嘅學習裏面咧，認知到子系統其實係一個相當有系統，而且全球認受性非常高嘅一個動作分析框架。咁而我知道你又係香港 ID 認證嘅講師啦，咁咧，所以我當時覺得揾你咧就係不二人選啦。你覺得動力鏈同埋拉丁舞其實關聯喺邊度呢？因為首先咧，我覺得好多人都會覺得咧，跳舞同即係運動訓練咧，大纜都扯唔埋嘅。咁但係經過我自己咁多年專業舞者嘅訓練又好啦，或者導師又好咧，我有好多叫做訓練嘅動作資料庫。但係動力鏈咧，佢正正好就係填補咗我好多訓練思路上面嘅空白啦，或者缺失。好多人都會覺得哇，拉丁舞同其他運動差好遠啦。但係其實動力鏈咧就係講緊人體其實點樣整體發力嘅。點解你嘅下肢同你嘅上肢係需要共同去運作咧？咁動力鏈就提供咗呢個分析嘅視覺啦。無論係跑又好啦，投擲類啊、踢波、打籃球啊，甚至乎係拉丁舞呢啲好似咁複雜嘅運動咧，其實動力鏈都可以作為一個分析嘅框架嘅。咁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想去知道更多嘅話咧，咁就歡迎去買本書嚟睇下啦。